好，我来办理住院手续。很好，我落聘入院手续。很好，我落聘入院手续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给我的单子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等我的单。这是急诊室护理人员等我的单。好的，要住一般的健保病房，还是自费差额病房呢？好，托带普通的健保房，也是自费差额病房嘞。好，托带普通的健保房，也是自费差额病房嘞。自费差额病房。自费差额病房。自费差额病房。您需要双人还是单人的病房？很头两沙也是一家一沙的病房。很头两沙也是一家一沙的病房。双人病房。双人病房。双人病房。自费双人病房费用差额为1天1000块，可以吗？自费双人病房费用差额给1年1000块，为什么？自费双人病房费用差额给1年1000块，为什么？可以。不中，不中。好，急诊费是350元。请问您和病人是什么关系？好，急诊费是350块，请问现和病人是不介关系？好，急诊费是350块，请问现和病人是不介关系？我是他太太。我是瓜本娘。我是瓜本娘。要麻烦您填写一般同意书跟自费同意书。麻烦现写一般通知书和自费通知书。麻烦现写一般通知书和自费通知书。这边填写病人的名字，这里填写您的名字、电话跟手机号码。列写病人的名，列写迄个名，填吧和手机号码。列写病人的名，列写迄个名，填吧和手机号码。这张是自费同意书，就是需要自费差额1天1000元的病房。这张是自费通知书，是爱自费差额1年1000的病房。这张是自费通知书，是爱自费差额1年1000的病房。请在这里写您的名字以及跟病人的关系。请大家写迄个名，和甲病人的关系。请大家写迄个名，和甲病人的关系。填写好了，请你看一下。写好啊，请先让一下。写好啊，请先让一下。再麻烦您看一下一般同意书的第5点。搁麻烦先让一下一般通知书的第5点。搁麻烦先让一下一般通知书的第5点。如果有人询问张先生的病房号码，可以让他知道吗？假使有人问张先生的病房号码，袂用得几点么？假使有人问张先生的病房号码，袂用得几点么？可以。不中，不中。那请您在这里勾同意。请向大家给通知。请向大家给通知。这份一般同意书的第2联红色单子给您留存。这份一般通知书的第2联红色的单得很留的。这份一般通知书的第2联红色的单得很留的。第1联白色单子，请连同自费同意书及住院通知单拿到急诊。第2联白色的单，请连同自费通知书和市院通知单提开急诊。第1联白色的单，请连同自费通知书和市院通知单提开急诊。交由护理人员办理住院报到哦。交给护理人员陪入院报到哦。交给护理人员陪入院报到哦。这样就完成住院手续了。这边是入院的手续啊。这边是入院的手续啊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罗拉黑。好，罗拉黑。不会，不用客气。唔好，唔说生意。唔好，唔说生意。